歡迎各位觀眾收睇流行都市。有數據指出咧，肺癌咧連續5年成為10大常見癌症嘅榜首啊！點解咁容易會有肺癌嘅咧？我哋成日話咧食煙咧容易引發肺癌，但係最近咧有個調查發現到啊，原來啊唔吸煙嘅女性咧都出現有肺癌呢個情況喎，情況令人關注。因此咧，女性肺癌嘅篩查咧真係刻不容緩嘅。今日咧，我哋請嚟心胸肺外科專科醫生咧余思遠醫生同我哋探討一下嘅。歡迎呢位余醫生，多謝余醫生。余醫生，肺癌喺香港算唔算係一個高嘅死亡率咧？同埋佢有冇咩分類啊？嗱，肺癌咧，首先佢個病發率非常之高啊！根據最新23年嘅數據咧，新症都有6100幾宗嘅，而佢肺癌嘅死亡率咧，亦都係非常之高嘅喎。嗱，點解會導致呢個情況咧？首先咧，肺癌本身佢嗰個入侵同擴散嘅傾向咧，非常之高㗎。另外咧，早期嘅肺癌咧，多數係一啲症狀都冇嘅，而且喺本地我哋嘅肺癌篩查咧，未係真係咁普及，咁變咗好多時發現嘅時候咧，都已經係晚期嘅肺癌。另外咧，肺功能對身體嘅正常運作非常之咁重要，咁但係咧，肺功能亦都好容易受住個病情嘅發展啦，同埋治療咧係會受到影響嘅。譬如話病情惡化嘅時候，好多時會直接影響到肺功能啦。我哋去做治療嘅時候，譬如話你做手術啊、電療啊或者免疫嘅時候咧，或多或少都會對肺功能造成一啲嘅影響嘅。咁變咗我哋有時想去做一啲好進取積極嘅治療嘅時候咧，可能會受到肺功能方面一啲嘅限制咧，而有所掣肘嘅。咁而關於肺癌嘅分類嚟講咧，最常見嘅分類咧就係將佢分成非小細胞肺癌同埋小細胞肺癌。我哋特別將小細胞肺癌呢一種特別窮兇極惡嘅肺癌種類咧，將佢分出嚟先。咁而喺非小細胞肺癌裏邊咧，最常見嘅種類就係叫做腺癌有大概63% 嘅個案咧係屬於腺癌嘅。咁肺癌嘅存活率有幾高嘅咧？唔同期數有幾大分別㗎？嗱，原則上嚟講咧，期數越高個存活率就越低嘅。如果我哋計5年嘅存活率嚟講咧，第一期嘅肺癌大概係7成至9成。第二期嘅肺癌大概係5成至6成，第三期2成到4成。如果係去到第4期嘅話咧，個存活率就會跌到低過20%噶啦。有啲人又唔食煙，唔食煙點解佢又會有呢個肺癌出現呢？嗱，食煙只係其中一種導致肺癌嘅風險因素，仲有好多其他食煙以外嘅因素咧，譬如話二手煙啦、空氣污染啦、煮食嘅油煙啦，或者一啲遺傳基因嘅影響咧，都同樣會增加患肺癌嘅風險嘅。有咩人士仲係高危咧？嗱，就係有以上頭先風險因素嗰啲啦，同埋或者如果佢係年紀比較大嘅，年紀本身都係一個會增加患上肺癌嘅風險嘅因素嚟嘅。根據23年嘅數據咧，香港肺癌患者嘅年齡中位數大約係70歲左右。肺癌都係及早篩查㗎？有方法及早篩查嘅。但係要針對咩咧？而家？嗱，咁喺坊間非牟利機構唔同嘅機構咧，佢哋針對嘅人群就可能會有所不同嘅。咁大部分依家就傾向針對咧就係非吸煙者啦，同埋一啲女性嘅群體嘅。點解要對即係針對啲女性咧？首先咧，煙民嘅數量嚟講咧，一定係男性高過女性嘅。大概幾多？大概6:1左右。OK， 咁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煙危害健康呢個大家聽得多啦。咁但係原來咧，我哋發覺香港女性嘅肺癌患者裏邊咧，唔夠3成係煙民嚟嘅啫噃。咁而唔食煙就唔會引致肺癌呢一個錯誤嘅觀念咧，實在太過根深蒂固啊，變咗好多人咧掉以輕心同埋低估咗佢個風險。嗱，最近有研究指出咧，亞洲女性非吸煙者入邊，如果我哋去做篩查嘅時候咧，捉到佢有肺癌嘅機會咧，甚至乎係高過一啲傳統我哋認為係高風險嘅嗰班煙民嘅。OK， 咁如果根據現有嘅篩查嘅條件咧，就係以食煙與否去劃分佢嘅高低嘅風險啊。咁但係其實咁樣係涵蓋唔到大量呢一類嘅隱藏高風險嘅女性群體㗎。而我哋睇翻過往嗰14年啦，女性肺癌患者嘅數量咧係增加咗67% 咁多嘅，仲遠高於男性嘅嗰個數量嘅增幅㗎。余醫生，你睇話有篩查做啊嘛？咩篩查嚟嘅咧？嗱，篩查嘅方法咧，依家就係要做一個叫做低劑量嘅胸肺電腦掃描。點理解咧？簡稱就叫 LDCT。嗱，咩叫低劑量咧？佢係相比起傳統普通嘅 CT 嚟講咧，個輻射嘅劑量咧係減少咗80%。咁如果我話一個普通嘅 CT 係要照等於50張 X 光嘅，咁一個低劑量嘅 CT 咧就係照大概10張 X 光度。
咁10張 X 光有幾多呢？其實等於我哋正常人半年裏邊接觸到環境嘅背景輻射嘅劑量，其實唔係我哋想象中咁高同埋咁危險嘅。其實呢個篩查可以揾到啲咩疾病出嚟咧？嗱，除咗可以攞嚟做一個肺癌篩查工具之外呢，我哋亦都可以攞嚟去追蹤某一啲肺結節一啲嘅動態。普通嘅 CT 嚟講呢，個輻射嘅劑量呢係減少咗80%。咁如果我話一個普通嘅 CT 係要照等於50張 X 光嘅，咁一個低劑量嘅 CT 呢就係照大概10張 X 光度。咁10張 X 光有幾多呢？其實等於我哋正常人半年裏邊接觸到環境嘅背景輻射嘅劑量，其實唔係我哋想象中咁高同埋咁危險嘅。其實呢個篩查可以揾到啲咩疾病出嚟咧？嗱，除咗可以攞嚟做一個肺癌篩查工具之外咧，我哋亦都可以攞嚟去追蹤某一啲肺結節一啲嘅動態變化啦，或者對有一啲慢性嘅疾病，譬如話肺氣腫支氣管擴張等等呢啲，作為一個長遠監察嘅工具都得嘅。佢係咪好基本嘅咋？抑或照到裏邊究竟有乜嘢睇晒出嚟咧？嗱，大部分如果結構上有問題咧，透過低劑量嘅 CT 都有機會會發現嘅。但係如果發現到有問題嘅時候咧，通常我哋會做翻一個傳統正常劑量嘅 CT 去做進一步嘅確認。最細都可以睇到幾多？可以細到細過1厘米嘅，都可以透過 LDCT 準確發現嘅。咁醫生喺肺癌嘅篩查入邊咧，如果出現異常啦，咁應該點樣處理咧？嗱，我哋睇到嘅異常就係話，如果照到個肺有啲肺結節，我哋就要睇下呢一個肺結節是否可疑啦。如果可疑嘅咧，我哋就更加要去做翻一個正常劑量嘅 CT， 詳細咁樣去評估佢嘅大細、形態、密度等等嘅特徵啦，判斷佢屬於惡性嘅風險係咪偏高。如果係偏高嘅話咧，我哋嗰個處理嗰個策略咧，傾向就會進取好多啦。譬如話要好緊密咁監察啦，抽組織化驗啦，甚至乎可能要考慮咧做手術去切除嘅。而家如果患上肺癌，一般嘅治療方法會有啲咩做法？OK， 嗱，肺癌嘅治療方法有分局部治療，亦都有分全身性嘅治療。局部治療就係手術、電療、消融；全身性嘅治療咧就係化療、標靶治療、免疫治療。咁過往嗰10幾年咧，呢啲所有嘅方法咧都不斷咁有啲進步啦。除咗擴大咗呢啲治療方法嘅適應範圍之外咧，治療相關嘅併發症同埋後遺症亦都減少咗好多嘅。咁有時我哋淨係需要做手術就足夠，有時手術前後要加埋腫瘤科嘅輔助嘅治療，有時就淨係做腫瘤科嘅治療。咁選項咁多啦，同時亦都更加強調咧，要根據病人本身實際嘅病情去度身訂做一個個體化嘅治療。咁所以背後嘅考慮咧，亦都比以前係複雜咗好多嘅。咁點樣去決定呢？依家好多時唔可以淨係單靠一科嘅醫生去單打獨鬥，有時要聯合其他專科嘅醫生咧，喺一個叫多學科會診嘅平台之下，共同參與討論同埋制定嘅。咁除咗話係醫學嘅技術進步之外啦，呢啲醫療觀念嘅進步咧，一樣係好緊要嘅。咁成日咧都話要定期做體檢噶嘛，其實係咩年紀或者係咩情況咧，先至要定期去檢查嘅咧？如果關於肺癌嘅篩查方面咧，歐美嘅定義咧就係話，只要你年滿50歲，長期重度吸煙嘅，咁就每年照一次 LDCT 咧，係可以有效減少肺癌相關死亡風險高達40%嘅。1年一次夠啦。1年一次，冇錯啦。咁但係咧問題就係咁啦，歐美地區嘅肺癌患者咧，大部分都係煙民。亞洲地區尤其是女性咧，就完全相反嘅喎，變咗我哋要將歐美嗰套標準直接搬過嚟咧，可能會令到高達80%呢一類隱藏風險嘅群體咧，係得不到一個及早發現肺癌嘅機會。咁但係我哋喺本地亞洲地區，我哋針對肺癌篩查好多研究咧，仲進行緊，變咗好多同肺癌篩查相關嘅問題，譬如頭先提到嘅邊啲係高風險人群，幾耐做一次，減低到幾多%嘅死亡風險，呢啲我哋暫時未有一致嘅數據。咁變咗我哋喺香港咧，醫生要建議任何人做或者唔做肺癌篩查咧，其實都仲係缺乏緊醫學嘅證據嘅。你話缺乏醫學證據，咁你又驚我哋會領嘢，咁既然係咁啦，有咩建議俾香港市民？建議就係咧，個別對健康特別關注嘅香港市民咧，係可以考慮個別同醫生深入討論肺癌篩查嘅好處同唔好處。使唔使1年照一次咧？又呢個我哋係唔知嘅，所以呢個係要共同去參與一個討論嘅。我哋要綜合分析肺癌篩查嘅好處同壞處，
嗱，好處頭先講咗啦，早發現早治療，效果治療一定係最好嘅。係但係唔好睇小肺癌篩查，唔係一啲壞處都冇嘅。先唔講輻射嘅暴露啦，好多時我哋照個 LDCT 咧會揾到一啲肺結節，一時未知佢係良定惡嘅時候咧，好多嘅病人咧會即刻出現一個焦慮、緊張、擔心嘅情緒，影響佢精神嘅健康。咁有時我哋要進取啲，要去求證佢係良惡嘅時候咧，少不免會做一啲入侵性好強嘅程序，譬如話抽組織，甚至乎係直接做手術去切除。咁如果最終得出嚟嘅答案，佢嗰個肺結節係良性嘅，而某一啲嘅風險併發症又不幸出現咗呢，咁就係得不償失啦，就變咗係一個過度診斷或者過度治療嘅問題啦。咁所以各位市民喺做肺癌篩查之前呢，要對未來有可能發生嘅情況呢有個深入嘅了解，先至再做決定。唔該晒余醫生咁詳盡嘅講解嘅。如果大家有疑問呢，記得問翻相關專業人士或者係醫生啦。